同佢一樣啦，又唱得啦，又靚仔嘅，仲有鐘漢良啦。最近咧，佢喺北京咧出席一個時裝雜誌嘅頒獎禮嘅。咁啊，難得有機會啦，翻到去北京啦，同一眾嘅影視界好朋友聚舊啦。鐘漢良當然咧都會做到就係寓工作於娛樂啦，同大家咧傾下偈啦，聚下舊咁樣啊。內地時尚雜誌舉辦年度人物頒獎盛典，呢日喺北京隆重開幕。鐘漢良獲邀擔任頒獎嘉賓。呢晚鐘漢良身穿最新秋冬季黑色絲絨服飾出場，造型貴氣十足。其實又唔係好多時間嚟嘅，北京主要係係咯，即係借住有啲時尚活動啦，又同埋一啲係咯，都係做嘢嚟多。其實主要係嚟北京咧，除咗真係做嘢咧，有時會想揾嘢食啦，或者係去我中意去雍和宮啊，即係有個拜啊，拜神啊，上柱香啊。頒獎禮當晚星光熠熠，佢都覺得相當高興啊。其實就係、尤其通常都係有啲活動先至會見到咁多合作過嘅演員啊，或者未合作過嘅演員，即係通常係呢種活動先可以見一見同學。除咗真係為咗今次鼓勵即係年度嘅傑出人士之外，又可以做少少聚舊啊。鐘漢良雖然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啊，不過無論去到台灣定係內地啊，人氣都係咁高企嘅喎。係啊，而家佢喺兩地都咁紅啦，唔知佢幾時先會翻嚟香港咧，紅埋喺一個香港度。咁啊，唔一定啦，唔少觀眾會俾佢又靚仔啦，又俾佢聲線迷到㗎。